台北市中山国中校园口头前7条的，就是复兴北路361巷。经过民众的联署呢，以芭蕾奥运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林永佩来改路名，即马改做林永路，今仔日也正式挂牌。林永佩想要跳赛，也毋过王泽林的球拍却是讲到路牌，互现场大家拢笑出来。为了纪念林永佩伫芭蕾奥运夺金，创下奥运羽球男双连霸纪录，两人的母校中山国中头前这条路增加另外一个名。复兴北路361巷现在多了一个别名，就是林阳路。这也是台北市订定自治条例以来第一条透过民众联署，而且获得过半同意而增设别名的道路。林永路第17显牌，两个人是真有魅力。母校的学弟学妹趁下课时间，手会摕着课本赶来看两个人的风采。因两个人也想到高中时期羽球训练的时阵。星期2的早上，然后会在操场跑20圈。然后记得有一次，因为跑之前吃了比较多东西，然后跑完就会趴在旁边吐。像刚刚影片就会看到我们之前常训练的一些动作，我会觉得说很怀念。然后刚刚也跟麒麟在讲，这个我们以前也做过，现在他们还在做，很棒。就已经伫教册理由是希望未来会培育优秀选手为国争光，也伫赛场征战的王泽林是希望明年亚运会使甲学弟柯尚杰斗阵来参赛，夺下好成绩。台北市长周万安是希望讲林永佩奋战到底精神，会影响台北市的 DNA。他们所坚持的信念，也就是努力不懈、奋战到最后一刻的精神。同时也希望这样的信念甚至到民众的心中，也成为台北市的 DNA。运动基本上在国内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跟资源，那透过这种奥运金牌得主来加持的话，是蛮不错的啦。周万安也讲，复兴北路361巷中山国中校门头前增设林永路的别名，袂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也无需要来换任何证件。记者综合报道。